大家好，歡迎參到。咁今次嘅是樂富嘅車站指南，就係約8人9夜，一間好嘅車站交通口，呢係地標有40球場。之後呢就係Google Map 呢就係咁樣嘅。之後就係服務時間6:02，因為6:23、6:02嘅指定名嚟嘅。咁6:02呢一班車6:02嘅呢，就係嗰班列車係彩虹站開出嚟嘅。咁6:23呢，就係黃埔開出嚟嘅。之後就係之後仲有一個石頭咁然後1號月台咧，1號月台嘅車到塘到呢個中途站，所以呢個1號台上客，然之後去鑽石山，離開，之後去黃大仙先啊。2號月台由黃大仙嚟到西灣河，然之後去九塘，咁好啦。我中意呢條片啫。咁下一集介紹石硤尾，咁就星期日就見啦，拜拜。